AI 要理解什么是重力，他可能要先读过牛顿的书，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写这种书，难怪牛顿单身一辈子。但我们人类看到苹果往下掉，我们就知道了嘛，有没有？苹果往下掉，也差不多该裁员了吧？像在军中，我们有那个割草机，然后我们放在那边不用，我们徒手去拔。所以我后来去找那个卖土耳其冰淇淋的，他会的招式就那几招而已啊。比如说他把天筒放在这里，对不对？你要伸手过来抓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这样，他说倒过来这样。那个老板啊，以为他让你抓空了，没有，我紧紧抓住那老板的手。太感好！鄱阳树宽，怪客临门，也係宋明欢。人講一胎新人換舊人，一代新人換舊人。為什麼要把舊人換掉呢？因為舊人通告費太貴了，我們發不起。所以今天呢，我們邀請到的是現場喜劇界4位明日之星，他們有才華，有人氣，重點是便宜又好用。他们今天带来的段子呢，都是跟年轻人非常有关系的，而且呢，他们今天要变成一个红白大对抗，有一队红队，有一队白队，他们要带出他们得心应手的段子，来看看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较喜欢哪一队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欢迎红队讽吹的佳玉跟兰恩。欢迎。等一下，为什么会走这么快？佳玉，你今天是带了一位保镖上来，是不是？我看起来好像工作人员。他是助理。好，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太港后奶黑佳玉，嗨。这位助理呢？泰港后奶黑兰恩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哦，对。今天你们是红队。那他已经穿了一个红色的这个上衣了。Yes. 你的红色在哪里？我带了一个红色的识别证。太无聊了吧？随便了。这个是很用心的写，怪客临门兰恩的。为什么没有带你公司的来？不是红色的，对不对？不方便的。好，我们了解这个佳玉的人都知道哈，你的段子大概都跟恋爱比较有关系，对不对？是的，是。那我们现在教大家讲一下这个恋爱的客家话，叫做恋爱。但我们也知道哦，你的有一些段子哦，就尺度稍微比较大一点。麻烦你，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合家欢乐的节目，麻烦你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哦，好，那就请各位家长，家长们就把小朋友的耳朵捂起来，我要开始开黄腔了。等一下，调整你自己，不是调整家长，好不好？不好意思。那兰恩，你的段子大概是跟什么有关？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所以我的段子大部分跟我的就是跟科技或是跟我的生活观察比较有关，还有我的工作。那科技的这个客家话呢，叫做口技，来大家念一遍。口技，生活是散发。好，我们掌声欢迎二位。接下来呢，就是要介绍我们白队拍吹的来宾，一位是品贤，一位是李安，掌声欢迎他们。请做个自我介绍。台港后奶黑品贤。听说你是最老大学生，是不是？对，我跟大家讲，我还是个大学生。但是我没有重考10年之类的，我真的是大学生。对，他一次就考进了银发族大学了，完全不对吧？那换你自我介绍了。泰凯后奶黑李安，我是在喜剧俱乐部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好，掌声欢迎他们。好了，一样交给你们2个客家话。好的，首先呢，我先教你一个老人家的客家话好了，叫落拧嘎。大学生叫太学生。太学生，没错因为你是在23喜剧工作，你是一个员工嘛，那我就教你这个员工叫演工。然后你之前在从事喜剧之前也有当过老师，对不对？是，这叫欣赏。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2位。今天的这个比赛规则非常的简单，我们准备了4个题目，前2个题目是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后2个题目呢是他们要即兴发挥的。那看到题目，他们就要推派出代表，一队派一个，然后要按照这个题目呢拿出他们相对应的脱口秀的段子。那到节目的最后，我们会问观众比较喜欢哪一队，那赢家呢就可以带走我们节目准备的这个精心的大礼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题会是什么呢？科技。没错，那这个讽吹你们要派出的代表是
掌声欢迎兰恩。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那个我知道我看起来真的很像工作人员，但我真的不是，好吧？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然后我现在在微软工作这样。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去年就是我们公司就说我们全球要开除khỏi除1万名员工。然后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同事听到是双脚一软，但我比较坚强，我双脚微软。然后反正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国同事，就有一天就传讯息跟我说 ：“Hey, I just got fired。”我看到一瞬间，我就在想，他到底是被khỏi除了还是中枪了？所以因为他在美国嘛，两个都很有可能这样。讲到科技，就不能不聊一聊，就是最近真的非常红的 AI。我想问大家有用过 ChatGPT 吗？可以帮我点个头吗？OK， 大部分人都有用过。就是 ChatGPT 这个东西，它背后的语言模型，它其实主要是用文字训练出来的，所以其实它理解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人类很不一样。像比如说 AI 要理解什么是骨牌效应，它可能要先读过论文，但我们人类停几次机车就知道了嘛，对吧？或者像 AI 要理解什么是重力，它可能要先读过牛顿的书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写这种书难怪牛顿单身一辈子。但我们人类看到苹果往下掉，我们就知道了嘛，有没有？苹果往下掉，也差不多该裁员了吧？对吧？总不能只有我被裁嘛。然后在这边呢，也教一下大家裁员的客语，采验。太赞了，补一下我的客语 KPI。然后反正我就觉得 AI 这个东西未来会变得越来越聪明，然后可能未来就有一天，就是它会取代我们所有的软体工程师，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会失业。我就在想，哇，可能未来只能去你知道路边卖爱心手工程式之类的，然后可能未来手写的程式就会变一种传统表演，有吗？它会出现在宜兰的传艺中心，然后表演者要穿传统服饰、荷叶边 T 恤，然后我一边写程式，旁边还有人在扯铃这样。我也在想，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喜剧演员也省捏？所以我昨天呢，我就请就是 AI 写了一个笑话。就我来跟大家分享啊，如果不好笑的话，要记得是 AI 写的，好不好？来了，我来讲讲看，为什么人类不用担心世界末日？因为 AI 会延后它。怎么样？好笑吗？我觉得这个笑话最恐怖的地方是 AI 认为它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就是我们人类说 AI 会延后世界末日 ，AI 说笑死，怎么可能？好不好？希望 AI 不要抢光我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兰恩。看得出来这个兰恩的段子非常的有趣。但是你好像还蛮悲观的，就不是4个就可以本领khỏi除被人开除。我真是一个超级悲观人，我随时随地都在想着本领khỏi除的事情。太悲观了吧？好，谢谢兰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派出的是刚效果做好做满的排队，重易摔3次了。那你们今天要派出的代表是？我来吧。我们欢迎李安。不得不说，科技真的改变了我的工作很多。像是我在俱乐部上班，我们有一个自动验票机，那自动验票机超级方便，客人进来拿 QR code 一扫就可以直接验票入场，我就不用在那边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比较闲，我就问我老板说：“老板，为什么要添购这个机器？给海，讲错了，为什么要添购这个给嘿？”他就说：“因为这个给嘿可以取代人力。”然后就我想说，那个被取代的能力就是我啊！当着我的面讲也太尴尬了吧 ？OK， 现在我每次我看到那个机器，我就不开机。我想说，你怎么取代我？有种你自己把自己打开。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机器呢，它慢慢的老化，那它开始呢就会没有办法运作。那我没想到，就是人力要在取代机器的日子来得这么的快。但是其实我自己呢，还有做过非常多的工作，自己签过志愿役。我觉得当兵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它是少数不会被机器取代的一个工作，对吧？像在军中，我们有那个割草机，然后我们放在那边不用，我们徒手去拔，超级尊重人力了，超级。但是在军中呢，我最喜欢的机器是那个自动贩卖机，因为它其实跟人类一样，它会犯错，它很友善。像是我那时候呢，就是我班长叫我去买那个韦恩咖啡，然后我就投钱，然后按韦恩咖啡，结果出现了维大利。我超傻眼，我想说我拿这罐维大利去给班长，一定会被骂死嘛，对不对？然后想说 OK， 好，冷静，李安，冷静，好，按韦恩咖啡会出维大利，那按维大利会出，我拿了2罐维大利，超级尴尬。
超级尴尬。我只好拿了2罐维大利，就颤颤巍巍的去找班长。班长看到就说：“哦，今天一次掉2罐哦。”我们先不遑论，就是有种机器它会一次掉2罐的情况，你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吗？他没有生气，他一开始就想要喝维大利。我是李安，谢谢大家。谢谢李安，请李安留步。来，你现在不要拿20块出来，20块，来，20块20块，维大利。你在这时候演自动贩卖机吗？无聊死了！这是刚刚工作人员去按波密按出来的。按波密吗？好啦，谢谢李安，谢谢。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题目会是什么呢？哦，恋爱。那废话不多说，应该就是佳玉要带来了吧？好 OK， 好，掌声欢迎佳玉。嗨，大家好哦！今天要讲这个恋爱的主题。我跟大家讲，我已经单身3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喜剧演员，在这个约会约飞市场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以前我只要跟男生出去约飞，然后他们听到我是做脱口秀的，他们第一句话都会说：“哦，那你可不可以讲个笑话来听听？”哦，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因为现在脱口秀已经变成一种潮流，很多人都想做，所以现在男生听到我是做脱口秀，他们反而第一句话会讲说：“哦，我可不可以讲个笑话给你听听？”哦，我现在突然变他们的 open mind， 然后。而且假如说我们就去酒吧喝酒聊天，然后呢，他们的起手式是什么？就可能我们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他就突然说：“我跟你讲，我最近发生一个超好笑的事情。”你就知道他的 open mind 来了 ，show time。所以我们就要坐着听他讲，然后我就听，我就觉得压力真的好大，因为我就一直想说：“嘿，是这边要笑吗？”他停顿了。要笑吗？他要停了。我那个当下，我就突然想说，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感觉吗？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因为我已经胆神太久了。我很喜欢用交友软体认识人，可是我发现我很讨厌一种大头照，我很讨厌男生放这种潜水的照片潜水的胸片当做他们的大头照。Hello。你戴那个潜水照，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的脸。我是要看马该啊，就他旁边的小丑鱼脸都比他还清楚。我如果今天右滑了，我不是要跟你配对哦，我是要跟尼莫配对。我能够理解，那他们可能想要表示说，哦，潜水是他的兴趣，我觉得 OK fine。可是他每一张胸片都在潜水，大哥，你有浮出水面过吗？我宁愿他发溺水的照片，脸都还比较清楚。谢谢大家，谢谢佳玉。看出来这个佳玉真的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哦，不敢了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想听我讲个笑话吗？你在搭讪我吗？没有，就单纯交流。好，你说。对，这个从前有一个太监，然后。下面没有了，下面没有，他下面没有，笑啊，下面没有，哇，我吓到太高级的笑话了，再给他一个掌声好吗？我想都没想到是下面没有了，归位了，谢谢。好了，排队，胖崔，你们要派出的代表是，就是我了。好，欢迎品贤，谢谢主持人刚刚贡献一定会被剪的东西。讲到这个恋爱啊，我们学校有个学妹长得很漂亮，山豆董江，她是我看过最漂亮的女生，请讲给谁摸我直接连标2句客语直接连标2句，我提升这个节目的 KPI。那她皮肤就白白净净了，然后看着我说，哇，脸上总是挂着一抹微笑这样子，我当下就知道了，我爱她，我当下就知道了。你们有时候在校园里面走路的时候，不是会看到很多情侣吗？他们都会公然放闪，他们会调戏对方啊，然后欲擒故纵这样子。我每次看到我都很羡慕，你知道吗？我很想体验看看这种感觉，所以我后来去找那个卖土耳其冰淇淋的，你知道，淡水老街光天化日之下，后面5、6个在排队，我不管，直接跟那老板谈一场异国恋了。而且我跟你们讲，那个卖土耳其冰淇淋的，他会的招式就那几招而已啊。比如说他把天筒放在这里，对不对？
你要伸手过来抓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这样，他说倒过来这样。那个老板以为他让你抓空了，没有，我紧紧抓住那老板的手。我有时候就很不解，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恋爱的经验？我觉得自己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打扮的不会很像露拧嘎，所以我就去问其他的演员们嘛，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很老吗？你觉得我看起来很老吗？这种露拧嘎才会问的问题。他们都回答我说，不会啊，你看起来顶多37、38，年次。谢谢大家请年，谢谢。谢谢。等一下，我刚抓到一个 bug 哦。我们这一题的题目是恋爱哦。对，你说你没有谈恋爱哦。幻想中的恋爱也是恋爱，太傲了吧？好，谢谢品贤。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即兴出题的部分啦。我们来看一看即兴的什么题目呢？哎呦，工作。那我们来看一下讽吹，你们要派出的代表是欢迎佳玉。开打后再见面了。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去那个一个 IG 创作者那个聚会，然后因为那个聚会他就是邀请了很多拍短影的网红，可是那些网红就是你好像看过，但你又叫不出名字啊。我也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大家就是要被迫就是认识一下彼此 social 一下嘛。然后那边每一个人看到我第一句话都说：“我很喜欢你的影片，乃懂中意你个样片。”哇，这句话完全等于 How are you？ 那边每个人都在拍影片啊，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一定要就是让循序渐进，让他们知道说我是做什么的嘛。所以当他们跟我说董中医你个样片，很喜欢你的影片的时候，我都会说谢谢你喜欢我的脱口秀影片，谢谢你中医奶给脱口秀啊，对，真的很喜欢你的脱口秀。他们一定不知道我是谁。所以这时候我还要就是再让他们知道说我叫什么名字嘛，所以我就会说有很多人看完我的影片，看我的样片都会讲说，哇哦，佳玉你怎么那么敢讲？对，佳玉你怎么那么敢讲？这群人超假的，而且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我觉得经营自媒体是真的很辛苦，因为很多酸民嘛，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连酸民都有酸民了。你们知道酸民的酸民要叫什么吗？简名，酸碱中和。这个是致敬怪客临门电视台的主持人一个小谐音梗送给大家。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每个人都有酸民哦。你们知道谁没有酸民吗？猫咪没有酸民。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猫的影片下面留言看到说什么，哎呦你怎么那么胖啊？就算有，也是哎呦你怎么那么胖啊？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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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佳宇你怎么那么胖啊？小兔兔好可爱，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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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一样都是胖，为什么只有我被骂？喵，这是什么？这里是我余生最温柔的一段笑话了。而且你两段的结尾，一个是掉进水里面，然后一个是喵，会不会用尽太多奇怪的方法啊？是真的蛮羞耻的。好，谢谢佳玉。白队，你们要派出谁来应战呢？我来吧。欢迎李安。其实我做过最长时间的工作是在学校当老师。那作为一个行商呢，迟到也是很正常的。那天我就是走准备进到学校里面，我已经迟到了，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学生，一个哈桑啊在那边，因为他很明显他也迟到了，我就跟他对到眼，我就往前走，他也往我这边走，然后他说：“信商，你迟到了。”那个瞬间我想说：“我靠，被抓到，我输了。”那个瞬间超尴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对不起。”那你怎么在这边？在这个同时，我注意到就是他没有背书包，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的书包嘞？”然后他就不假思索的说：“在墙后面。”我作为一个翻墙高手，你要知道，翻墙的话，你书包要先出来，你人再出来，你人先出来，你书包出不来呢。但我自己也是哈桑啊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常翻墙，但我也不是出去翘课打网咖或什么的，我就是去吃饭，因为学校的营养午餐超难吃，大家记得吗？宫保鸡丁
跟番茄炒蛋味道一样。所以说我就只能就是出去吃。那天呢，就是我吃完饭回来的时候，那大家记得学校的广播吗？那种传统的广播就噔噔噔噔，几年几班某某某，请到学务处找训导主任，噔噔噔噔，一个正常的广播。那天我翘课完吃饱回到准备午休的时候，突然广播噔噔噔噔，李安找我，噔噔噔噔，很明确，我就说我要去找训导主任，然后我就找他，他就放那个影片给我看，他说李安。这要是别人，我们也认不出来啊，这么大一只，对不对？但今天你要翘课，我们也都知道你会躲，就是只能记你过了。要打电话给你爸，还是打电话给你妈？我想说打电话给我爸好了，他比较白痴，应该比较没事。但我不知道那个电话的另一头，我爸讲了什么东西。我只看到训导主任的脸越来越臭，越来越臭，越来越臭。直到电话的另一头突然喊了一声很大声的“啊，就很饿嘛”。如果我爸是客家人的话，就说“哎，就董瑶嘛”。谢谢大家，我是李安。请李安留步哈。学生的客家话叫后嗓，后嗓。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补这个吗？为什么我刚刚全部讲错吗？对，不然你等下整段要重录哦。在救你，知不知道？好。努力。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即兴题目会是什么呢？休喊，休闲跟我念一遍，休喊。那红队你们要派出的代表是？只能是我了。欢迎兰恩。嘿，大家好，哇，休喊。我平常休喊的时候，我很喜欢观察路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就是路上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戴这种写 NY 的帽子，但我就在想，就是台湾真的有这么多纽约洋基队的球迷吗？就还是那个帽子，就是可能有其他意思，就可能有些人特别期待新年之类的。还是那个帽子其实是有功能性的，就比如说你的老板跟你说你的工作做完没？你说呵呵 not yet。老板说你不是说今天可以完成？说嘿哪有？老板说你们年轻人啊，最好是要想清楚，什么东西对你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说女友。我休喊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各种类型的影片。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几天看到一个那种解说悬案类型的影片，然后他就在讲说，就是在 TikTok 上有一个女性的吃播主，然后她疑似是被绑架，原因是因为她一边在直播的时候呢，她一边用手指在敲着碗的边边，然后就有人发现她是用摩斯密码在打 I need help。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跟我一样震惊，就是为什么她会摩斯密码？对吧？摩斯密码是一个超难的东西，各位。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唯一会的摩斯密码就是 SOS， 就我知道 S 是3个短音 ，O 是3个长音，这就是所有我会的。所以假设今天真的有一个人用摩斯密码跟我求救，说 "Give me, I need help"， 我只能回他熟。然后可能又讲了一大段，打了一大段，有没有？我只能回他哦。然后可能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传了 SOS， 我总算看得懂了，我马上回他 OSO。科普一下，怕有些观众不懂，他传 SOS 是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蹦出；我回 OSO 是说是哦。想不到吧？今天来除了学到客家话，还学到摩斯密码，谢谢大家。谢谢兰恩。Part 3最后的代表是那就是我啦。欢迎品贤。OK。嗨，大家好。因为他也不能上台2次嘛，所以当然一定是我。我的兴趣乃给兴趣是脱口秀，那我又是念建中台大的，就显然的我非常聪明，但是我没有聪明到选择一个正当的兴趣。就之前有开建中同学会，我们老师就很开心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哇，天哪，我教出来好多学生都是医生哦，那医生的客家话是醒裳嘛，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你看，我今天来的学生啊，都是这样，都是醒裳，喜剧演员，醒裳，那真的深深的被羞辱，你知道吗？因为那场晚餐的话题都是这样子。我们老师说，你下礼拜是不是要考那个诊所那个职业资格？你是不是去医院实习了？你之前还蛮好笑的，老师有在关心你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在课堂上最爱讲的一个笑话好了，就是跟课文有关的。
花木兰大家知道啊？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没有人认出来花木兰是女生呢？你看到木兰，她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时候，不会想说，为什么木兰那么爱逛街啊？她一定是个女的，因为如果是个男的阿兵哥，我们在东市把所有东西一次买好。哎，东市有在卖骏马哦，那个市场那么大，不会有人卖长鞭吗？不会有人卖鞍鞯吗？为什么不一次买好就好了？对啊，而这话说回来，我去逛菜市场的时候，我买个高丽菜都跟老板多凹一把葱了，马这么贵。你买马的时候不能跟老板凹一把长鞭吗？在那买来买去，买来买去。所以之前有一阵子有人在吵，为什么女生不用当兵？周兵，我说不用，不然我们的战备物资就会这样买了。他说我宣布啊，我们要跟美国买一架直升机，但是螺旋桨我要去日本买。谢谢大家的品言，谢谢，谢谢，谢谢品贤。我这边要帮花木兰说一句话哦，啊，他就想逛街嘛，偷他的段子是不是？靠气势，靠气势，好，气势。好啦，这个题目全部出完了，现在就要来问各位观众朋友了。请问比较喜欢红队讽吹的，请举起你们的红旗子。还用点吗？哎，不然等一下白队的旗子不要举好了。不然喜欢拍吹，请举旗子。掌声鼓励。所以今天赢队呢，就是我们的红队讽吹。耶，想不到，好，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终于可以来公布我们节目准备的大礼是什么了。来，请工作人员上大礼。来，我已经请领奖，我没有很想领，你知道吗？请领奖。他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吧？谁没有看到？来，哦，我们的大礼就是怪客临门通告，再来一次。这个大礼就由佳玉来接受，只有一个板子，我已经来第2次了，再一次，你可以来第3次。不要再推了，赶快拿下来了。好了，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不管是赢的呢，还是输的呢，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欢乐，然后这么多厉害的脱口秀段子。再一次把掌声献给他们。好，最后为大家介绍今天所有的演员，首先是佳玉，谢谢。好来，兰恩，白队的品贤，李安，还有我主持人宋敏欢，祝贺你们，嗨拜见，拜拜。